大家好，我係 Sora 咧，今年28歲嘅。咁喺2025年頭嘅時候咧，自己都訂立咗個目標，就希望可以做到月入6位數嘅收入咁樣。咁當時咧，2025年4月份咧就參加咗 Miss Carrie 呢個意識重塑嘅計劃嘅。咁當時自己作為一個全職嘅身心靈導師啦，其實都好感恩啦。每個月咧都有唔同嘅 Magic Money 啊，學生咁樣去加入嘅。咁去到7月份嘅時候咧，就機緣巧合啦。咁就可以獲得埋呢一個作為地產經紀加入去做地產行業嘅呢一個機會咁樣。咁但係當時咧，因為自己係一個學習期，同埋咧都係有好多嘅瑣事要去做咁樣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7月到11月嘅時候咧，其實都冇做到任何嘅買賣單。咁於是咧11月份嘅時候啦，我都去請阿 Miss Carrie，點算好咧？自己都好想喺地產呢一方面咧係有所收穫咁樣。咁 Miss Carrie 咧就提點我咧，就重新 pick up 翻重塑嘅練習咁啦。每晚可能趁自己潛意識嘅時候去吸收一啲關於自己對於金錢嘅正確認知咁樣。咁12月嘅時候就好開心啦，咁就終於係成功做到自己人生第一張嘅二手買賣單嘅。咁跟住咧，去到1月份嘅時候咧，其實平均每個月咧都係做咗成2單嘅買賣生意。咁去到2月份嘅時候啦，因為一啲問題啦，咁重新又面對一啲財務狀況，咁就好緊張啦，做唔到任何生意咁啊。咁於是又再同 Miss Carrie 去請教，咁咧佢都同我分享究竟點樣去跨過呢一個嘅難關，同時又點樣去幫自己，例如係整一個 vision board，令自己重新記得自己嗰個豐盛嘅種子。咁於是咧，去到3月份同4月份啦，2026年嘅時候咧，咁就好穩定，每個月咧其實都平均做到2單嘅買賣生意啦。咁加埋其實由2026年嘅1月、3月、4月咧，每個月咧差不多咧係有呢一個4萬蚊港幣嘅佣金收入咁樣嘅。咁喺成個意識重塑嘅旅程入面啦，其實都見到自己原來係知道有啲咩嘅。以前嘅一啲財務關口啦，其實可能係自己以往父母代或者係祖先代啦，種落嚟一啲潛意識嘅恐懼啊、擔心啊咁樣。咁所以咧，透過同 Miss Carrie keep 住有頻密嘅對話啦，同埋係每一次有啲問題嘅時候，我都會向佢請教啦。再加上真係做重塑啦，重新去配置自己呢一個金錢嘅認知啦，再加上係真係去鍛鍊呢一個成功嘅心態咧，種種嘅因素加埋咧，就令到自己終於喺4月份咧顯化到一個 Magic Money 有6位數嘅收入，咁都係圓滿咗當時為自己訂立嘅一個短期目標嘅。咁其實我覺得咧，Miss Carrie 呢個意識重塑嘅計劃咧，就相當適合咧各位任何係做創業啦、銷售啦，又或者係任何想要累積財富去突破自己呢一個財富身份嘅人去參加嘅。因為每一次我哋去做重塑嘅時候，其實都係重新去塑造自己一個新嘅身份咁樣，令到自己可以真正去活出呢一個有錢人嘅頻率咁樣。